大家好，多謝收睇米其倫馬3月15號跑星期六啊，唔係禮拜日啊，即係聽日嘅賽事啊。沙田草地咁啊，私家3跑道咧就擇呢個場次嘅放頭係着數咁啊，當然睇下形勢啦。嗱，今次我揀咗兩場咧，係第3口孖 T 啊，同埋有山啲嘅場合啊，挑戰下啦。但我又睇到呢兩場馬都幾正路啊，我睇怕咁樣，所以咧就揀咗呢兩場啦。就第3個啲5、6場，第5場就係4班1800米派，就揀咗2號做膽啦，拖3、4、5、8㗎，1800米嚟講4班，咁啊揀翻隻風火行雲啊，咁啊嗱呢隻馬就應該睇翻係熱門嚟㗎，咁其實咧呢隻馬都應該係上場都睇到，大家有睇賽車都知道佢已經係狀態一降落4班咧就已經開始到啦，即係1月1號3個場次一降落4班，隻馬已經有走勢啦。跟住咧即係16米嚟啊當時，咁啊再整條2000咧都係唔斷㗎，跑到第5啊，咁啊但係上場嗰個走勢喺2月10號即係432嘅場次啊，布文騎翻，咁啊今場都係佢啊，咁啊一出閘就留到13喺末段衝上嚟跑2啊，咁啊輸咗俾發財秘笈啦，咁啊當時應該咧呢場馬如果騎好少少就贏得㗎啦，咁即係話隻馬個狀態到晒啦，今場布文再騎翻，抽翻5檔啊，場8檔，咁磅數都係加1磅嘅啫。咁啊嗱呢隻馬睇到佢上場係叫做後上啦，咁啊今場5檔會唔會跟翻前少少咧？咁啊睇翻咧就頭先講私家3就利放頭之下咧，就我覺得今場放頭馬好幾隻咧都係個班數又唔係咁高之下咧，咁呢場呢隻2號既然個狀態又擺咗落嚟，上場都爭啲贏咧。今場要保重㗎嚇，咁啊我熱門都唔理啦，要翻佢啦。咁啊另外3號呢隻八進笑聲啦，咁其實就喺4班呢隻馬都長期都近㗎啦，今季都跑咗2、4、6場咧，就跑6場裏邊都即係呢隻馬跑1800啊、2000、2000即係差唔多場1800打上都有，咁咧佢今次即係今季咧跑幾場嘅2000沙田2200咧都一貫。1個1啊，即係個第6咧，全部都後上一段咧，都次次都係輸過幾兩個馬位，咁啊長期捉住佢都唔怕咁啊，其實你睇翻佢上季即係跑過同程咧，就即係上季啊6月23號765嘅場次咧，首要第13位末段衝上跑係4啊，又走勢1分48秒2，末段22秒5㗎，嗰陣時135磅，今場133，其實都差唔多爭2磅。咁既然佢上季喺4班1800都中一段咧，今季都長期 keep 住個狀態，呢啲馬點都要捉住佢喎啊！咁啊唔好理佢啦，捉埋佢先。咁啊另外一隻就4號金主啦，咁啊上場即係呢隻馬就今場就初跑呢個1800，我覺得佢應該冇問題。今季跑咗5場啦，咁啊跑住1200、1400，咁啊1600今日贏3、5、8個場次1600贏咗啦，1分34秒4，末段23秒5，跟住就2月23號452嘅場次咧，再跑咗1600，咁啊後上衝嚟跑係3咧就追唔切啊，全程3碟。嗱呢啲馬咧就好明顯係1600、1800碼㗎啦，1400一定唔到，咁啊佢去長啲得唔得咧？咁啊唔敢講，但係如果1600呢兩場個走勢咧係明顯係隻馬係一路 keep 住嘅狀態。咁佢今場咧阿文家良咧練馬師就試1800。咁一定嗱，佢今場裝冇1800個賽績睇到啦。咁但係嗰兩場嘅走勢，我覺得隻馬咧係應該冇問題嘅嚇。睇翻操練咧，艾瑞都摸住兩貨啊嘛，捉多埋佢啦，唔好俾佢走啦。今次偏白。另外一隻5號咧，隻美麗在線嚇，鍾易麗嘅話，其實我覺得呢隻馬咧，其實就已經擺咗喺度啦。如果計班呢隻馬都係3班啦，今季都跑咗2、4、6場咧，上嗰時都仲係3班咧，其實睇到啦，跑1600、2000、1400咧都不停喺度轉路程啊。但係咧就我睇到佢喺即係10月13號95嘅場次咧，首要第9位後上跑係6咧，即係跑2000咧，即係馬係好走勢㗎。當時就係草甸留到最後咁衝啦，跟住咧就縮程啊11155嘅場次，縮程1400咧，又後邊衝到一段嘅喎。嗱呢啲馬咧其實咧喺3班咧喺度又話減分啦，不停試場地，跟住終於咧就12月15
同埋3月9咧降落4班之後咧，就全程冇遮擋啦，即係上場仲要全程跑到要檢驗啦，咁又發現唔到有咩問題。嗱咁啊呢啲咧攞4班啦，呢兩場咧都睇唔到啲咩跑啊咁啊，但係即係如果你睇翻10月15號啱啱落4班隻馬，雖然跑係6㗎，全部冇遮擋㗎，嗰時收13檔咁啊1分35秒嚟講咧都係唔錯㗎啦，孭住個重金牛外檔啦。今場咧就跑翻再跑1800啦，咁啊，我覺得佢頭先講啦，今季佢喺3班2000都後邊有一段咧，咁其實呢馬有少少扮，咁當時中翼禮今場又係中翼禮啊，咁啊中翼禮騎過2場，咁啊12檔咁落4班應該問題唔大啊，配備方面就除翻嘅開篷眼罩之下咧，會唔會今場會喺度咧？咁啊嗱，我唔敢講，咁但係咧，我覺得佢今場咧係有機會㗎，咁即係腳嚟講，我要捉埋隻美麗在先，咁啊另外一隻就放頭馬啦，頭先講呢場馬唔係太多放頭馬，咁呢啲馬其實着數啊，咁啊13檔咁都要翻佢真係上場咧，佢事實就係喺場馬咧都贏咗好幾隻對手㗎啦，咁啊今個跑4場嘅啫，咁啊你係如果你睇翻呢隻馬2000都到啊，即係喺1月26號380嘅場次咧，挨到啦，今場都係佢啊，咁啊走6檔，守第2位排1分2分02秒5末段24秒1。咁啊段段開快前面贏咗啦，今日上場跑長多200，即係喺快活谷啦，2200米咧就捱到翻嚟，需要俾8進笑聲啊！你要睇翻就8進笑聲咧，1000、2000、1800都到，咁所以你即係8進笑點都要拖。咁咧小飛俠咧，既然佢係放頭咧，呢種馬放頭馬唔太多，13檔咧嗱，今場又係125磅嘅，同上場一樣，咁縮翻成幾百喎，即係嗱上場2200，縮咗成400咧，佢2000都可以到，咁1800應該呢都着數㗎。咁啊冇馬放，咁呢啲馬13檔好快咁埋咗欄咧，又慳翻啲位咧，自己帶都唔定。咁所以咧呢隻馬咧就喺前面等人追嘅啫。咁啊睇下嗰隻風火行運追唔追到啊？2拖3、4、5、8啊咁啊俾呢幾隻，咁啊跟住就去到呢個第6場。好。好啦，嗱第6場咧，我就揀咗又係2號做膽啊，拖3、7、9、10啊，4班1400米，咁啊揀隻超旺財啊，咁啊嗱，因為今場咧我睇到好幾隻馬快啊，咁啊所以咧本身我就幾中意隻超風速㗎，咁啊但係我驚呢場馬嗰個步速非常偏快之下咧，又驚即係超風速咧臨尾咧就捱唔到，咁所以咧咁多快馬之下咧，我揀隻超旺財做膽嗱，呢隻超旺財咧嗱，大家睇到咧，即係如果睇賽績就知道呢隻馬啦，不嬲跑開呢個泥地啊，一路表現都唔錯咁啊，今季都跑咗成2、4、6、8場啊，至8場9場咁滯，咁啊喺泥地1650啊、1800啊都贏啊，同埋入位置之後咧，跟住上嗰幾場咧就12月18、1月15、1月26嗰幾場咧都擺咗前無端端啊，之前嗰啲咧守住中間㗎。咁啊，結果咧，原來去到咧2月9號，即係今季啊408嘅場次咧，轉嚟沙田啊，即係無端端轉到沙田啦，孭住一個沙磅田大安，但係咧就抽13檔，首要第13位跑嚟8咧，衝上嚟個勢唔錯啊，去到末段望空唔到1分22秒9，末段22秒5，咁啊個睇到好似14唔太短啦，原來佢就係原來喺度試緊隻馬，咁啊結果2月23號447個場次，大家睇到啦。咁啊，又唔好咗抽14檔之下咧，今日一出閘留到14位末段衝上嚟嘅，由14嘣一聲彈上嚟第3咧，1分22秒末段23秒1嚟講咧，呢隻馬咧就露咗呢隻馬好強勁嘅後勁啊！外檔都唔驚咁樣衝，即係話係咪有啲分同埋根本上沙田咧，而家開始轉翻沙田咧，唔難至睇嗱。今場咧，我揾佢做膽就係由13檔嘣一聲，而家變咗第2檔咧。咁呢場馬咧嗱，我睇翻。今個嘅賽事佢其實可以守住中前，即係中間啊前啲嘅位置嚟講咧，今場咧咁多快馬咧，可能佢會守住5、6位，咁啊後邊嗱，既然上場嗰個447嘅場次咧咁樣爆上嚟咧，今場應該都可以爆贏晒所有馬，我要揾佢做膽啦嚇，即係後上都今次抽2檔咧，應該唔會留得太後啊，捉住佢。咁啊另外就5號啊開心5月，咁啊幫頭馬之一。咁啊，今季都跑咗好多場，即係佢2、4、6、7場裏邊咧，咁之前嗰啲跑1600、1800啊都冇表現啦，去到上嗰2、3場咧，隻馬就嚟啦。咁啊，降落4班之後咧，咁喺2月9號410嘅場次咧，
咁啊田泰安騎過㗎，記住啦。咁啊就擺喺前邊，首要第一位，結果派4輸2個幾碼，咁分22秒3末段23秒9，嗱有前冇有頭冇尾㗎，捱翻嚟冇㗎，咁啊但係時間都唔差，1分22秒3。而上場咁啊抽到一檔田泰安啦，首要就2-3-3-2，結果咧就1分21秒8，末段22秒8。咁啊呢場馬睇到嘅咧就全程咧就賺晒內欄㗎，同埋抽過一檔，咁啊賺晒個內檔，先跑過第2啦。咁其實呢隻馬咧唔係想象中咁高，咁但係今場又好好彩抽翻一檔。咁啊轉咗艾少禮，記住啦，田泰安咧係揀咗超旺財嘅，咁啊但係咧開心5月咧，既然佢有一檔擺喺前咧，可能呢隻馬有機會唔斷㗎嚇。咁嗱呢隻馬4歲咧，其實都仲有啲進步空間嘅，始終佢喺3班降落嚟有少少班底㗎，可能咧呢隻馬咧阿田泰安咧整條 Q 都唔定㗎，3要拖埋。咁啊頭先講啦，7號咧，我開頭都諗緊要唔要佢做膽嘅，咁但係睇翻咧幾隻快馬啦，咁頭先講啦，嗱有1啊。頭先講啦，4啊，唔係3啊，同埋呢隻6啊、7啊，就都可以快，甚至乎14都快，咁即係話食5-6隻馬快馬咧，呢場馬如無意外就快步速㗎。咁啊，超風速嚟講咧，應該都唔會擺即係大頭嗰隻㗎，咁你抽3檔咧，可能阿妹嗰隻啊時尚風采，甚至乎開心月都係喺前，佢可以收3-4位，呢隻馬其實係好有遮擋跑，咁啊。但係要諗翻下，隻超旺財咧，其實抽2檔咧，可能都係拍住隻超風速嚟跑㗎嚇，咁會唔會呢條單橋都唔定嚇。咁啊嗱如果計翻咧超風速嚟講咧，同程可以跑1分21秒5㗎。咁啊今季都跑咗2、4、6、7場裏邊咧，差唔多6場都係1400、1冠2啊，跟住就其他就跑下6跑8晒輸4個馬，但係呢隻馬咧一抽出內欄咧，呢隻馬咧就跑得唔錯啊！咁啊平均呢隻馬咧可以跑1分22秒3、4到啦，末段可以23秒1。既然今場咧有遮擋啊，可能慳晒位之後咧末段咧都爆到一段㗎，咁所以呢隻馬咧唔可以睇少啊！咁啊7號要翻。咁啊，另外就9號要翻啲即係後上啊，頭先所講幾隻馬快放，呢啲後上馬咧隨時咧就可以咧砰砰聲湧上嚟啦。咁就呢隻人人有餘嘅9號，咁啊抽11檔布文啦，咁啊今季跑4場呢啲咁嘅4歲馬側身啊，隨時喺度進步緊。咁啊頭嗰3場啊，即係116、168、240都跑1200之後咧，咁啊240個場次咧，即係12月8號嗰場嘅1200咧，睇到呢隻馬肯追啦啊！首要第13位衝上牌5分09秒5，末段22秒4。而上場真程400，真程200轉14米咁啊，轉一轉布文咧，咁啊出閘慢之後咧，咁啊首要第10位衝上牌3分22秒5，末段22秒9。咁啊，上場係抽2檔，今次抽11檔嚟講咧，呢隻馬都係要留㗎啦，跟得太前就冇㗎啦。唔好呢隻馬咧係太被動嘅，咁啊，但係咧，既然佢呢隻馬一路進步緊咧，有擺布文咧，11檔都會捉住埋佢啦，三唔咗全賽。咁啊，另外一隻官萬物，嗱呢隻馬咧又係呢隻黑馬之一㗎，即係除咗超旺財咧，咁之後咧，呢隻官萬物咧後上都唔出奇啊！今場啊，呢隻馬咧。今季跑3場咧，咁上嗰2場1200都冇表現，咁啊但係上場嘅1400米咧就首要第10位跑係5啦，1分22秒3，末段23秒6。嗱其實如果喺呢一組嚟講，呢啲時間同末段時間咧係已經有得跑喎。咁啊睇翻咧之後賽後咧就係、去到300咧就係望空唔到啊，咁即係話咧有啲意外之後衝唔到，咁啊望空咗會唔會近啲咧？唔出奇。咁啊，但係睇翻操練咧，原來無論照摸住3課㗎，咁即係話上場咧99倍咧都咁樣自己跑咧，即係贏無論勤力啦，定係隻馬根本上隻馬咧開始咧識追啦嗱，即刻跑過第5之後咧，即刻整3課嚇個操練咧就谷一谷佢咧，隻馬都有翻啲火，咁所以呢隻馬咧有權炒入嚟㗎嗱，上場99倍。露咗少少光咁會喺呢場喺度咧，唔敢講啦。咁但係咧捉埋佢就最穩陣啦。所以呢個第6場咧，我就要隻2號田泰安抽翻靚2檔就拖3、7、9、10俾大家參考睇下，得啱唔啱心水啦？啱心水俾個 like，祝大家人哋拜拜。